会赦免。所以尼希米用这个所在做开始，表明因规个圣工是对祈求上帝的赦免来开始。因愿意伫上帝面前认罪，然后求上帝引出规个中间的过程。兄弟姊妹，这嘛真做咱的提醒。无论是教会圣工的中间，也是咱性命声唱的中间，咱大声拢爱对认罪来开始。但是认罪毋是咱的嘴认认的就准拄煞，认罪是爱活转身离开罪恶的方向，调往上帝的方向去行。但是为什么认罪遐尔重要？因为咱知鼻孔压落的无一个是好人，咱拢习惯带着家己的罪性伫服侍、伫做代志，甲人斗阵。所以，甲人斗阵伫做代志的过程中间，有可能真侪冲突、无健康的意见、无顺服，甚至是罪恶的代志，就安尼发生。伫教会的服侍嘛是安尼。所以，咱来求主除去咱的罪，将家己交互上帝。知影我伫做的这项代志，毋是我某人的事工，毋是我某人伫做主，我只是上帝的工人。当咱会晓将这项代志分别做成，就袂将这项代志当作是家己的事业在经营。所以，咱搁一摆来分别，什么是分别做成，什么是分门别类。分别做成，毋是讲看起来外表真敬虔。分别做成，伊是接纳别人，确定伊的气力，甲人甲上帝保持结连性格。但是分文别类，有时看起来真敬虔，但是实际上却是摆伫别人，凸显家己，甲某一寡人好，但是甲上帝无好，假好。所以圣经常常提醒咱，爱分别做成，但是毋是分文别类。所以对尼希米的领导，会当看出伊是一个对上帝敬虔，并且有智慧的一个领导者。伊知影即群百姓的手毋是袂晓做工，伊知影即群百姓百种的人要开始做工进前，爱大声对认罪开始。若无，因的工会变做因家己的工，并且中间是对上重要的所在开始。对羊门，对一个献祭的所在开始，这嘛互遮个人知，这个工程是属伫上帝的工程，毋是倒一家倒一个人的工程，所以就爱放落家己，互上帝来引出规个过程。搁来伫第3章有出现30几摆的接续伊的这个字，伫中文和合本圣经是讲伫伊的边仔起做的，有30几摆。这个意思就是因分做一家一家，每一个家族负责无共款的城门。对羊门开始生一年，到羊门结束，将规个城市保护起来。伫遮互咱看见的是，因有用方法，并且有特殊伫完成上帝的工。有当时咱真无爱特殊，感觉特殊真死板，但是特殊嘛是一种保护人的方法。这嘛是教会需要有组织的原因。有的教派认为教会哪有需要组织的？只要咱对着圣神的感动和圣神引带，所以因真反对教会管理，认为人若去管理，就无互圣神空间。但是无论什么款的团体，咱知影有人的所在就有问题，何况当一个所在是无人管理的？但是另外一方面，这段经文嘛提醒咱，教会的团体、甲公司、甲企业无共款，因为教会无属伫某一个人，是上帝的，所以人嘛爱留空间，容阮圣神带领咱换新的心智来面对圣工。所以尼希米的策略毋是死的。伫第2节到第3节、第13节，咱看见有几种的人出现，亲像亚利哥、提哥亚、基变、
米苏巴、萨诺亚，这个人拢是外族，也是一寡已经住伫耶路撒冷真久的外邦人。但是咱看见这个人嘛欢喜做伙来起做耶路撒冷城墙的工课。尼希米无甲因讲，歹势，这是阮以色列人的代志，阮来就好。伊欢迎这外邦的人、外族的人做伙来起做。所以伫即种真和谐的气氛环境的内面，嘛证明即件代志的确有上帝的同在。若无，这个甲以色列人无任何关系的外族，为虾米要来斗相共呢？毋过代志嘛毋是遐尔顺利，咱嘛看见有一寡人拒绝做工。这个人是提哥亚人的中间一寡较有钱的贵族。提哥亚人是牧羊来做因的维生，伫因中间有一寡较好业的人拒绝参与。经文甲咱讲，因毋愿意来担当。但是原文是讲，这个人拒绝将即个担伫因的阿妈棍的顶面，真奇怪，担应该是担伫金架头的顶面，但是用阿妈棍来形容，是表示一个人阿妈棍真重，伊毋愿意谦卑。但是虽然这提哥亚的人因有因的理由，因毋愿意来参与，但是尼希米无责备这个人，无称呼因是反对派，无攻击因，因无要做的无要紧，其他的人打起来做。所以咱看到尼希米在带大家伫做工的时，伊嘛体谅这个软弱的人，也接纳因，看因是兄弟。但是尼希米嘛将即项代志记落来，这毋是超过伊要将这个无要做工的人记一笔，伊是完整记载历史。伊要表达一个事实，就是中间的路毋是一帆风顺的，有时嘛会拄着反对。但是伫反对产生的时，毋是将对方看作是对的，咱应该嘛爱体贴接纳因的软弱。伫教会内面，人甲人的关系真正是一种的学问。亲像我伫今仔日的周报第一面所写的，咱拢知影教会是咱伫地面信仰的大家庭。虽然咱彼此之间无血缘的关系，但是因为耶稣基督的救赎，咱互相称呼兄弟姊妹。但是嘛，亲像厝内的人会冤家，咱伫同工的过程，嘛有可能甲其他的人产生冲突。毋过圣经安怎甲咱教？圣经甲咱讲，凡事无得为着结党，也是为着空空的阳光来做，独独大家用谦逊的心，看别人较赢伫本身。恁逐人无得顾家己的事，也着顾别人的事。恁着有基督耶稣的心做心。伫遮讲到有一项代志，就是将心比心，这嘛是咱现代人真爱讲的。你爱将心比心，但是咱拢想讲，我即个心，我爱去想对方是啥物心，用安尼来将心比心。但是圣经的心毋是安尼。第一个心毋是咱人的心，因为咱安怎努力，咱拢有限制，咱的心永远是无完全。这个心是咧讲耶稣的心。当咱有耶稣的心做咱的心，咱凡事会先想看卖。若是耶稣拄着即件代志，伊会安怎想，伊会安怎做？当咱用耶稣的心做心的时，可能真侪代志就袂一直填满伫咱的内心，成做咱的窒碍。但是这真正无简单。咱看近年伫台湾发生的一寡代志的时，拢有一寡真有意思的标语出现。亲像咱敢会记伫去年，咱伫遐排队买喙罨的时，就有一句标语讲安怎？我 OK， 你先领。哦，无要紧，这个喙罨先留互你，你先去领无要紧。真侪人愿意将喙罨留互比家己搁较需要的人，所以咱的社会看起来是非常的和谐。但是嘛，真侪时，咱迄个娘的精神就毋知影走去倒位去。
譬如伫现代咱的社会，一个真歹解、存在真久的问题，就是迫爱做的问题。伫新闻，咱常常看见因为迫爱做引起的纷争。就一个人会投诉伊安尼讲，伊是一个老师，有一天带伊学生坐捷运去淡水，因为人真济，所以即群的学生就用徛的。伫捷运车厢的边仔门，坐了一个查某囡仔，即个查某囡仔生了真水。后来车行到某一个站，门开，一个阿嬷手摕着大包细包上车，但是车顶拢无位。即个阿嬷徛伫即个生了真水的查某囡仔的面前，但是即个查某囡仔坐伫迫爱座，但是伊无任何想要让位的意思。就伫即时阵，即个老师伊就超工大声问学生讲：伫车顶拄着老弱妇孺，爱安怎做咧？即个学生马上回答：爱让位。但是安尼讲，迄个查某囡仔嘛无起身想要让位的意思，伊头哪来哪。后来行到红树林，即个查某囡仔起身，准备要落车。但是当伊起身，即个老师实在毋知影安怎形容家己的心情。原来即个查某囡仔会正脚踏出第一步，伊的倒脚较爱伫原地坐一下，才有法度来移动，真勉强甲踏出即个车门。原来伊的行动无方便。兄弟姊妹，真侪代志毋是咱目睭所看见的，就是事实。亲像今仔日经文，遮提哥啊，或者贵族无参与。有可能因真骄傲，毋愿意屈低家己，毋愿意去做即种爱搬物件、爱起物件的工。但是有可能嘛是其他的理由，是其他的人无法度理解的。所以这点，咱爱真努力来提醒咱家己。伫咱甲别人接触的过程，咱拢想讲我已经非常了解伊啊，所以伊的想法一定是安尼。但是实际上，咱毋是对方，哪有可能凭咱的目睭所看的来理解、来论断这项代志，一定就是事实嘞？搁来，伫这段经文，咱嘛看见有女性、妇女参与伫中间的过程。这伫圣经的时代非常罕见。第12节有甲咱讲着讲，有一个人，伊是管理耶路撒冷城一半的，所以这个人是一个管理的阶层的人，伊叫做哈罗赫。这个人伊带伊的囝，甲伊的查某囝做伙来修建重建这个耶路撒冷，伊所负责的城墙。所以咱看见，因是全家伫服侍。所以伫这段重建的过程，咱透过头拄所读的经文，咱看见会当讲是所有的人拢做伙来参与。咱想看卖，当咱咧做一件代志，毋是几个人伫遐做，是所有的人拢参与的时，当咱看见安尼情形，咱会安怎？咱的心会受到激励，咱会哪来哪拍拼。另外，伫第3章内面嘛提到真侪人是用因的专业伫服侍，亲像拍银的师傅、做香料的管理的人，这个人拢用因的运势伫服侍。当因发挥因的运势，去做的工程哪来哪顺利。所以，伫遮嘛鼓励咱用咱的运势来服侍。亲像有的人真爱囡仔，就会当伫囡仔这方面来服侍；有的人真爱运动，嘛会当去赞美操服侍；有的人真爱煮食，有逐样的爱餐，伊就会当发挥。所以，当咱用咱的运势来服侍，咱会感觉讲，咱做了非常有成就感，别人真懊恼，安尼这就是你的运势。另外，真有意思的是，这群人是伫什么所在来做工来发挥因的运势咧？尼希米无派因去别个所在来起造这个城门。伫即章，咱不断看见，伫伊的厝的对面这个字，这个人是伫因兜的对面伫遐做工。但是这甲一寡少年人咧找工课的条件无共款哦。即摆少年人找工作的条件是啥？
钱多代志少，离厝的近，困到自然醒，毋是安尼一个原因。尼希米爱遮人伫因所熟悉的环境，不但节省人力时间，并且嘛，互因真紧进入状况，甚至会当好好运用因所四周围的安尼资源。看到遮，咱嘛应该来思考，咱诚做一个基督徒，耶稣差派咱进入人的中间，但是咱敢真熟悉咱的环境？我讲的服侍，毋那是伫讲教会的服侍，咱伫公司的职场，咱伫社区的团体，咱伫学校、伫家庭嘛，拢是服侍。但是咱敢真熟悉咱即个团体咧？我讲的熟悉，毋是讲啊，我知影即间教会几年的历史，我知影我公司的老板是啥，我知影我社区有啥物所在，有啥物资源，我知影我厝内人的生日是倒一天。这是咱应该知影的，但是咱知影这个代志，无表示咱了解真实的状况。举咱的家庭的例来讲，你敢知影？真正知影厝内每一个人在想啥物？有当时咱想讲，咱提供咱的囡仔孙仔有食有住有穿有用，就已经非常了解伊。但是敢真正是安尼？伊内心的想法，你敢真正理解？咱拢自信，咱是伊腹肚内面的虫，但是实际上敢是安尼咧？毋过上帝差派咱进入人群的中间，上帝将咱放伫一个团体内面，就是要互咱对即个团体产生意义。无论倒一种团体，咱拢爱发挥上帝互咱的恩赐来服侍，互即个团体因为咱来得到祝福。当所有的基督徒拢尽咱家己的恩赐来服侍，我想即个世界嘛会无共款。有一个海军的军人，伊每一天的早起，拢会跪伫即个眠床边啊，伫遐来祈祷。但是伊的同袍拢会甲踢笑，讲哎，你一个人安尼跪伫遐祈祷，足好笑的。毋过伊罔无受影响。伊犹原坚持每一天跪伫遐祈祷。有一摆，因拄着非常大的攻击，因的船伫遐喊来喊去，所以规个敢若要并过去共款。所有的人非常紧张，所有的人拢跪伫迄个甲板伫遐开始祈祷，求上帝帮助。但是只有即个基督徒，伊伫迄时伊无跪落来求上帝。伊无伫遐祈祷，伊是奋力想要救迄只船。好佳在危险过去，但是大家嘛不断地问伊讲：为什么大家伫努力祈祷的时，你较好，你较无亲像以前伫遐跪落来甲阮做伙祈祷？伊回答：我已经伫早起时祈祷啊，上帝知影我的需要，然后我就爱尽我的本分。来为着目前来出力，所以我想，无论是倒一种团体，咱除了表明咱基督徒的信仰以外，咱嘛爱伫需要咱的时，付出真实的气力。今仔日这段经文在甲咱讲重建城墙，最近咱的教会嘛在讲建堂，所以这段经文也好亲像是在甲咱讲话。以前咱祈祷，但是现在是咱应该起身的时阵啊！就亲像这以色列人，咱大心需要将家己分别做成，认罪，求主除去咱的私心，求主带路。建堂的事工需要咱所有的人来参与，毋是徛伫边仔看，嘛毋那是金钱的奉献，搁较需要的是咱用祈祷。关心来扶持咱教会事工，建堂的事工嘛，毋是一间建筑物重新起造。每一个基督徒，咱拢爱发挥咱的恩赐，来利益上帝国的事工。求主嘛，引带咱的教会，诚做是一个有义上的教会。嘛，求主使用咱的一生，互咱伫各种的环境内面来做好的见证。
咱伫顶礼拜，咱有第一支的影片介绍咱建堂为虾米伫即时要建堂。我想咱若有看安尼影片的人，咱可能会感觉嘛是有真侪疑问。所以今仔日咱第二个影片，咱用无共款的角度来介绍，只是咱来看即支的影片。每一摆的建堂，拢亲像一场马拉松的比赛，需要上主的引带，甲各位兄弟一齐来参与。对去年开始的 COVID-19 疫情，到即马已经免2年啊，有真侪兄弟的生活受到影响，经济上有真大的压力。建堂是需要真侪的资金，不管是对教会，是对各位兄弟来讲，拢是一项真大的信心的考验。新的教堂，我们预计规划地上13层，地下3层，产权面积大概1000多平，使用面积是现在的3倍。期待我们一同建构最安全又耐久的神的殿，归荣耀给上帝。这摆建堂的预算包括施工、搬迁、装潢、施工期间的租金、利息支出、其他必要的支出等等，差不多要3亿外3.1亿。目前教会现金有1400万，但是甲美术馆卖掉，差不多会当收入2400万，所以大概需要融资2.4亿。教会经常会计算，平均1年150万，20年就3000万。另外，希望会当邀请200位对教会建堂有负担的兄弟，一人1年奉献3万，安尼就有1亿2000万。教会建堂若是完成，按照即马的设计，1年差不多会当收厝租450万。这条是现钱现了，咱阁会当继续收厝租哦。所以以上这加起来，评估了上晚伫29年了后，咱会当结束所有的借款。当团队提出这间教堂不只要用40年、50年，甚至要用到100年，有这样子的期待来规划的时候，那老实说，要怎么样去设计出、去规划出一个符合未来的需求，那这一点是充满挑战的。但如果我们的教会能够被设计成是一个在饶河街，一个很明显能够让人家知道这是一个基督信仰的一个教会，那如果心灵愁苦的人，他们也能够看到这么明显的地方，然后走进来教会的话，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设计。伫马太福音第6章有讲，
独独大心求伊的国甲伊的义，就遮下面拢要煞互你。邀请各位兄弟对即马开始，从这项事来祈祷，来敲吹上主的心意。若是主所应允的，求主来成。阮要伫10月31号来召开临时会员学会，邀请各位兄弟一齐来参与。尼比的时代，遮以色列人因所有的人拢参与伫城墙起造的工课，也邀请也仰望咱做伙用祈祷。伫迄天的会议中间，咱嘛做伙来支持，咱做伙来祈祷。